罗法署的北分署长谢基荣，因为互人指控霸凌员工害人行地路，即马是记2支大过，而且送顶界相当的编辑。乌克兰头一间使用美国当庭飞弹系统来拍罗西亚本土，罗西亚总统普廷下令降低动用核武的标准，和核战的风险升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今仔日的新闻头起先，就赶紧来关心到这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的一个员工，那像受到分署长谢基荣的霸凌，工课压力大，就安尼选择行地路。劳动部长何培山昨出面说明，讲法甲处分煞是引起各界不满。今仔日何培山搁去立法院报告，表示已经将这个谢基荣记2改大过，送顶界，相当是甲伊免职。何培山家己嘛讲，伊会清洗落台负责。原来行政院长杜英泰下晡是向过身的员工也有家属来回失礼，要求劳动部爱加速处理。向不幸过世的劳动部同仁的家属以及国人表达最深的歉意，对不起大家。前深一个强对不幸过身的劳动部同仁甲家属来谢失礼。对着争议真侪天的劳动力发展署公务员身亡案件，行政院长杜英泰亲身说明，对着被指控牵涉工作上欺负人的北分署长谢基荣，劳动部已经决议对原本调离降职，改做记2大过，送顶界，相当处罚应免职，未来袂使再做公务员。我们必须给家属跟国人同胞真相。所以全案移送检调单位详细调查追究责任。杜英泰要求各部会机关彻底清查机关内部袂使有欺负的行为，若是有公布相关案件，嘛会伫1礼拜内完成调查。这个事件引起调查立委批评劳动部一开始是对谢基荣的处罚伤轻，急于是不是后台伤严，官官相护，所以唔敢办。还是你不敢办他？我当然敢办他，你敢办他？当然，我这个礼拜内我就会进行惩处，之后我会移送检调跟监察院，好吗？这案子我们不会放过的。谢基荣休假到这个月2日，到时阵会回来上班。何佩珊讲，20下晡会赶紧开考职会，对于做出停职的处分，也来立法署长蔡明良用记1大过。何佩珊是一度后甜，感谢原本当初要退休的蔡明良愿意留来处理政策，也家己也愿意负起政治的责任。我很抱歉，我拖累了他。部长，很抱歉。部长，我想，眼泪好，我也不是认的。是眼泪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今天我用一个何佩珊强调，政府也伫进行，绝对袂不负责任。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讲，会先互何佩珊赶紧完成责任的追究，也来责任归属会搁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代替一台数控2一厝的区间快车，今仔早起10点外，原底要对花莲的和平站出发，不过时间到啊，煞拢无去行。站务人员才发现到驾驶舱内底54岁的司机员是已经断气，送医了后由原不治死亡。代替表示，这个司机员无讲身体无爽快，伊的工课嘛无超时，详细死因也该调查。救护员较紧，甲患者送去的救护车，送医过程沿路拢在做 CPR， 虽然紧急送去花莲北控5病院急救，但是路尾嘛是不幸过往。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患者已倒卧在第1月台火车驾驶舱内，现场也有人员实施 CPR。患者是一个姓林代替的司机员，20早起执行生务工课的时阵，本来伫10点47分的时阵，伊驾驶的402一车次区间快车，就应该对花莲的和平车头出发，但是过时间拢无离站，站务人员感觉奇怪，过去驾驶舱看，发现姓林的司机员已经无喘气、无心跳。代替讲，姓林的司机员伫20早起驾驶406次区间快车到和平站，迄当阵拢无出现奇怪的所在。如果超时会被劳检啊，所以我们这个乘务工作的工作班我们控管很严，不会有超时的问题。乘务班表示用轮的啦哈，原则上他们的平均工时哈不会超过6小时40分，
台铁讲原编组列车到了后，还有差不多2点钟的浪棚，司机员有真侪时间会当休困，嘛好人超时做工课。另外，细林的司机员是既然机务单，嘛会厘清伊出勤含工作状况、确认原因，而且帮助家属处理后壁的代志。台铁企业工会是表示讲，台铁转型公司化了后，虽然工作时数拢有伫规定的范围内面，但人力无法度完全接起来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年轻化的司机的那个问题。所以说小孩子都不大，然后可能在暑假当中里面的请假需求会比较高。我们在整个工时上面是还好，只是说符合给他们来要求他们休假的请假的方式里面，这个问题点还在。吴董弟讲，这个司机员的死因还要厘清，但是台铁才拄转型公司化，体制面含人力的断层要安怎解决？对台铁来讲，阁有真侪需要拍拼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伫今仔中昼发生规模4点6个千层地震，因为顶个月底嘉义中部才发生连续8届地震，一个前几天啊，台南满岛嘛才发生2届规模4以上的地震，民众就咧烦恼讲，这敢是就代表要来发生大地震？不过学者就表示讲，这无排除是受到4.3花莲地震的应力调整所引发的。人客哪开讲哪等餐厅出菜，但是忽然间发生地震，互餐厅的人客拢总错一个。嘉义日中到12.23发生深度11.7公里，就是规模4.6个千赞地震。真凶是伫嘉义县的义德乡，拢总有12个县市有感觉。我们一直以为是外面的出了车祸，大车相撞，因为整个房子都震得很恐怖，那客人也受到惊吓，那还好只有震了一下，那没有什么损失。台南满岛16到19连续4天当中发生6摆地震，其中2摆是规模4以上有感地震，内面4件是小区域。20中到嘉义的义德阁发生地震，互人想到讲，嘉义的中部顶个月27，一天连续发生8摆地震，学校社区透天拢密密麻麻。两个地震敢有关联？学者讲，无排除是0.3花莲大地震了后，受应力调整影响造成的。发生的位置，然后跟他们震源机制来看的话，这几个地震之间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关联性哦。那有可能是因为还是受到04、03地震之后呢应力调整的状态，所以在这些地方呢，达到它的一些可以发震的一个门槛之后呢，它就会陆续产生一些地震的活动。学者分析，10月中部的地震是走向粗刷断层，11月满岛和义德的地震是属极冲断层放能量，因三个是并无明显的关联性。但因为西部的地震震源较浅，震度相对明显，学者提醒民众爱甲脚的倒去，也是到落来家具固定，减少地震发生了后的灾损。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日排审选罢法的修正草案，国民党的立委主张要提悬罢免的标准，包括做无一党袂当提罢免，也有罢免的同意票爱超过当选的票数。若你的双方是爆发激烈的冲突，到下晡党团协商是拢无得共识。立法院长韩国瑜就宣布要延到拜5交予议会来表决。立法院内政委员会20排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闹得党团拢发出较激动观念。民进党透早4点半就来攻占主席台，但国民党入来双方相会。伫排审的大个修正草案内面，国民党立委柯武真提案涉及罢免条件，主张就职还未满1年的，袂当做罢免的提议和人数，嘛争得罢免同意票，必须超过被罢免人的当选得票数。选举的时候的投票到罢免的投票，这中间大概至少要经过1年半以上，人跟事都会有很多的变化。那咧双方伫会议无人要让，若要调位齐欣盈宣布休困，但到下晡做调研协商时阵，同款无共识。民进党的立场。不管是联署加严加密，这个都是剥夺人民行使罢免权利。它不是一个加严加密的版本，它是一个落实查核的版本。在内政委员会今天要排案的是另外一个条文，有关于投票门槛。有国民党的委员拿着
自己自备的党团的麦克风，这个是一定要在制止的。不让主席坐上主席台，请问一下，到底哪一个比较严重？经过1点钟的协商了后，立法院长韩国瑜才是讲，既然无共识，就照议事规则处理，就是拜五会交付议会表决处理。民众党团虽然讲表示反对提关条件，但对罢免联署认为爱护身份证压本避免改则。法律应该有一致性，联署门槛应该要扎严。我们认为以现在各自的状况跟治安的状况，反而会降低有些人呢在提出他自己罢免联署上面的一个意愿。内政部长刘世峰强调讲，罢免联署含条件加严，目前是无法度达成共识，只会加大政党竞争，若要对社会安定和加强经济发展无好处。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还有啥物大代志来关心？新竹有一个老母长期食毒，这个家3个月大的后生饲保龄，传出这个红婴在今年3月中毒死亡。新竹地方法院这阵是依照过失致死罪，把这个老母判6个月有期徒刑，专案也会当上诉。警方查看国毒品案，发现着幕后主嫌是美国的高尔夫选手，涉嫌2冬来将大麻藏一个碰椅内底，走私来台湾卖。这间查到的毒品数量价值超过1亿个台票，透过台美合作，拢总有抓到被嫌犯。落尾来看到高雄一位70多岁独居老大人申请居家服务员，结果这个照服员泡泉水要洗果子，这老大人煞是当作盐水甲啉落，引发胃溃疡等等的症头。长照机构出面来回释的，表示已经甲这个照服员处分，卖来负担医疗费用。好，咱继续来关心到国际消息。俄乌开战到昨19是已经满1000天啊。乌克兰是头一间动用美国提供的长程战术飞弹系统来攻击罗西亚本土。而罗西亚总统普京就下令要降低动用核武的标准，互核战的风险升悬。包括着美国甲英国等等的国家拢出声来批评。长程飞弹伫暗时射出去，乌克兰19伫俄罗斯侵略第1000天，头一摆甲美国所提供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改用伫战场顶面。俄罗斯讲，俄军甲射向布扬斯克军事设施6粒飞弹内底5粒拍落来，有1粒飞弹脆片拍到设施，引发火灾，严过已经拍熄啦。乌克兰方面讲，这摆攻击侵入俄罗斯境内大约110公里远，拍到一个军火库，引起第2摆爆炸。美国讲法是俄罗斯甲乌克兰发射8粒飞弹内底2粒解炸落来，攻击目标是一个称油补给的据点。І не один, і тепер у нас є ATACMS. І ми все це будемо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ти. 严格美国和乌克兰使用长程飞弹攻击俄罗斯本土，却是达到普丁的红线。普丁伫同一天下令降低使用核武的标准。ATACMS сегодня ночью по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использовался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Это, конечно, сигнал о том, что они хотят эскалацию. И без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эти ракеты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ые, Путин об этом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невозможно. 俄罗斯指控西方核战术结束来侵权，严格华府就是讲对俄罗斯反应无感觉意外，讲俄方的讲法是无负责任句的讲法。也来甲美国共款提供乌克兰长程飞弹，英国也共声来谴责。There's irresponsible rhetoric coming from Russia, and that is not going to deter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但你注意的是，对是毋是放松乌克兰使用长程飞弹，欧盟内部有无同的声音。德国当局19讲会交付4000只人工智慧导引无人机予乌克兰。英国德国总理肖兹伫G20峰会的场合，依然坚持未提供金牛座长程飞弹予乌克兰，因为认为和北约跟入去这场战争是唔对的。因为这阵俄罗斯发动核战风险侵权，当时乌克兰1万1/5领土是在莫斯科手中。这场战争安怎结束？乌克兰人民甲国际社会相关真关心。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美国大好野人马斯克的公司 SpaceX 昨第6间试射成蓝火箭，马斯克参美国的总统当选人 Trump 是做伙去见证。讲到 Trump， 伊是搁在公布新内阁的人选，要予金融家卢特尼克来做伊的商务部长。伊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振美国的产业，辅助半导体，也有减少依赖中国。之前伫咧选举之前就讲过，要对进口产品扣10%以上的关税，甚至对中国是要扣到60%以上。
外界嘛认为讲，这卢特尼克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立场是较强硬，未来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嘛会更较严格。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所属的星链巨型火箭系统，伫19下晡伫德州南部基地做第2届的试飞。超重型的推进器 Heavyweight 飞上天了后，顺利和第20星链太空船分离，甲太空船送上太空。不过，超重型推进器并无像顶届试射时飞转来陆地，降落伫发射塔的巨型机械手。这个是降入去墨西哥湾，那星链太空船射地球了后，嘛顺利降入去印度洋。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亲身去基地参观试射，和大力支持伊竞选的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合作关系是更加坚固。川普人事布局，有关是媒体咧关心，伊假意司法部长其后派众议员介入，互北港讲有开查某和未成年人发生关系才见笑台，不过伊无考虑换人。众议纪律委员会调查介入的见笑台和欧贝用药案的控诉，已经摕到2个当事女性的大量相片，甲大笔钱的付款记录。介处顶礼拜快速是众议院准备要立告，调查之后来结束。议长反对公布纪律报告，不过两党拢议员呼吁爱公开。If his nomination is going forwar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access to the right documentation. I think it would be helpful.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it. It apparently was just about done. I think it would be helpful. 川普新公布的美国人选，包括鹰派商务部长罗德尼克，伊会掌管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有料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会更加严格。外科医生出身的电视出名人奥兹担任联邦医疗服务中心负责人。世界小型娱乐公司政治院长，也是川普金主甲顶任期的小型企业管理处处长麦克马洪担任培养后一代大人物的教育部。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北欧波罗的海连接瑞典到立陶宛，也有芬兰到德国的2条海底电缆线断去。根据德国的调查，那像是有人调工甲电缆线挂断。因为瑞典是调查出迄当中有一台中国的货船拄对罗西亚出发，经过电缆线断去的所在。目前芬兰甲德国是已经表态要彻底来调查。其实，伫咧去年10月，就有一条连接爱沙尼亚甲芬兰的地下电缆线、海底电缆线断去，查出是一只中国的货船造成破坏。美国嘛有警告讲，罗西亚伫一寡重要的海底电缆线周边，这军事行动是明显有咧增加。欧洲波罗的海2条海底公纤通讯电缆断去，影响到4个国家。根据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照准确追踪服务网站数据显示，伫17到18这2条电缆互切断的时间前后，还有一只中国注册的船一碰3号航行通过附近的海域。德国甲芬兰第联合声明表示，欧洲安全继续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影响，互人真烦恼。Und ich mag auch nicht an Versionen glauben, dass das Anker waren, die zufällig über diesen Kabeln wie soll ich sagen, Schaden angerichtet haben. Von daher müssen wir konstatieren, ohne konkret zu wissen, von wem es kommt, dass es sich um eine hybride Aktion handelt. Und wir müssen auch davon ausgehen, ohne es schon zu wissen, versteht sich, dass es sich um Sabotage handelt. 这2条电缆是连接瑞典到立陶宛、甲芬兰到德国的海底公纤电缆，其中连接芬兰赫尔辛基甲德国罗斯托克港的海底电缆总长1200公里，刷伫瑞典最西的哥特兰岛的南边和切断，距离赫尔辛基差不多700公里。伫事发前后，经过相关海峡的中国货船一碰3号，当时是为俄罗斯的乌斯卢加港要去埃及的塞德港，暂时芬兰甲德国已经表态要彻底调查。Cables has been broken, and one is between Finland and Germany, and this is of course our focus. But we also have been in touch with our colleagues in Lithuania and Germany and Sweden, and to understan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ose places as well. 连接俄罗斯甲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线，伫2022年9月受到破坏。一开始，西方国家指控是俄罗斯做的，英国调查发现，事件牵涉到乌克兰的政府人员。2023年10月，连接爱沙尼亚甲芬兰的一条海底电缆受到破坏。调查显示，是一只中国货轮的船艇伫拖行的时阵毁损电缆。伫美国过礼拜正有警告，因侦测到俄罗斯伫一寡重要的海底电缆周围军事活动明显有增加。那么，美国官员伫9月嘛捌向美国媒体CNN表示，美国相信俄罗斯愈来愈有可能对这关键基础设施展开破坏行动。国际新闻台宋平玉。
即马野生动物的保育是愈来愈受到重视，不过因为环境开发，嘛直接会传出人类甲野生动物的冲突。伫咧墨西哥甲中国就发生狮甲虎走去人家厝的状况，居民是赶紧通报相关单位去应对。中国乌龙江省的不离关中泰村礼拜出现惊人的场景。街边将伫透早听到无啥正常声音，出门去看卖，无想到一只虎就伫咧外口走来走去。这只虎哪走哪呼呼叫，村民甲伊目睭相对，若无甲伊惊走，反倒转，互伊入来，也搁去弄这铁闸，发出真大声音，情况是非常惊险。不离关林业甲草原管理局也讲，有另外一个村民倒手互虎咬着伤，正伫接受治疗，加在是无要紧。东北虎是世界上上较大型的鸟科动物，体重会达到200公斤，也过真少甲人类直接来接触。当局讲会提早准备好这个麻醉枪，有防相关的事件发生。伫非必要情况下，袂该拍死，除非虎正伫家人。而甲迄只落山冰虎比起来，这只万兽之王就温柔多啊。墨西哥的花蕊之城有民众通报，伫一个徛架厝顶看到一只大型的鸟科动物。消防队赶到现场，发现是一只8个月大的母的狮仔。伫消防队引诱之下，伊无激烈反抗，真紧就入去到人仔内底。Sí, pues aparentemente todo está bien. Digo, obviamente no tenemos el personal para hacerle las revisiones correctas. Lo que nosotros pudimos apreciar, pues es lo mismo que pudieron apreciar ustedes, ¿verdad? Es un animal que se ve aparentemente dócil, en buenas condiciones. Ya lo demás lo determinará el médico. 警方已经改送到附近的野生动物保护区进行必要的检查，家庭是有惊无险，另外甲动物拢无受伤。公视新闻由派顺编译。2011年，挪威有一个右派极端分子布雷维克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致使77个人死亡。因为挪威无死刑，布雷维克是被判上当关21档的刑期，即马是已经坐监13档。布雷克是第2届申请要假释，不过检方认为，佮再犯的风险真悬，所以改动来驳回假释的申请。挪威法律规定讲，伫坐监10年了后，有资格会当参加假释的听证会。今年45岁，伫21年最高刑期内面已经关13年的布雷维克，19穿贵妇西装，手提有写家己政治主张的海报出现伫法庭，提出伊应该得到假释的主張。Det som uansett vil være et faktum, at hvis jeg får en exit-mulighet i fremtiden, så vil jeg være i bunnløs gjeld til den norske stat, og det er noe jeg tar veldig seriøst. Alternativt så kan jeg holde kjeft resten av livet, men det er jo opp til dommeren. 媒体注意到布雷维克的倒边的头章是剃一个真大的英文字 Z， 这就是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必胜标志的符号。媒体问布雷维克敢会对13年前毒杀的行为后悔的时阵，伊是拒绝回应。这个完全认为白人上高尚的新纳粹主义分子，2011年伫首都奥斯陆的首相办公室的附近，和附近的郊外乌托亚岛，涉犯汽车炸弹和提枪扫射的攻击案，造成77个人无命。2012年，伊被判21年的刑期，挪威是废除死刑的国家，21年都已经是上长的刑期啊。入去坐监了后，布雷维克是家己一个人关一间，但是2年前被转去02里克监狱，这是2层楼，内面有灶卡餐厅，配有 Xbox 电动的客厅，含有健身器材的运动区。布雷维克是真侪摆援引欧洲人权公约，讲家己伫监狱内面的处境无符合人道，生活条件无好。这是伫2022年1月了后，伊第2摆申请假释，但是检方认为伊再犯的风险真悬，应该回绝。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祝福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